花季是伫台中的武陵农场，当年1月份就开始花季上场。头起先上场的就是梅花，也有山樱花。2月份就是樱花季，上届主要就是粉红佳人甲招好樱，一直到4月份，各种的樱花五花杂色，小莲山樱花季一个一个上场，互人看甲目睭珠珠上。看到这个画面，袂输互人入去教粉红色的世界同款，规排樱花实在真水。 闹真水的花海边啊，有7家湾客斑纹鱼，伫溪仔底游来游去，互人看到心情真放松。但年1月来到花季，台中武陵农场的梅花甲山樱花就会盛开。到2月换粉红佳人甲招好樱做主角，配合国军退毒药、官兵辅导委员会，各有优惠的活动。 109年2月份的樱花季，每天提供40个房间，给农民及第2类官兵优先上网预订。 普通房甲露营区拢有优惠。农场讲，为1月到4月，各种的樱花拢开甲真水。到时阵樱花开甲规山坪，绝对互民众看一个够开。爱赏花的民众一定爱把握机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